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一聊伊朗，聊一聊波斯，聊一聊中東的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对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89天，也是哈梅內伊成仙的第89天，同時也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二音信全无人间蒸發的第89天。這個中東的局勢一波四折就在上個周末，特朗普在去他兒子的婚禮的路上折返回白宮加班，給人感覺有大事要發生。隨後特朗普說，美國和伊朗要簽一個叫諒解備忘錄，95%的談成了，還有小量的細節等待敲定。最快5月24號就要公布，但是後來現在已經27號了，也沒看見公布。但隨後又傳出特朗普說了，不着急，要簽就簽一份什麼好的協議，如果這個協議達不到目標，寧願不簽。隨後美國中央司令部對伊朗的港口還有防空導彈還有2艘什麼小快艇給摧毀了，也就是特朗普順手拿起了小榔頭敲了一下，敲打朗子。這個朗子也不甘示弱，說我要保留反擊的權利，挨揍了。所以說这個是一波三折。到現在最新的形勢是以色列那邊又出事了，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又展開了地面進攻，這個是停了應該是將近1個多月，所以局勢又發生變化。我今天仔細看了一下，我知道他們在談什麼了。特朗普和伊朗之間簽的這個協議，大家應該七七八八也能猜到是什麼東西。特朗普畢竟也不傻，那朗子那是極限博弈，他也沒什麼好讓的。那特朗普要求的這個諒解備忘錄，你伊朗就得承諾不搞核武器，你把油你要麼銷毀，要麼你送到美國來銷毀，對吧？要麼在伊朗當地銷毀，美國人去，要麼可以弄到美國和伊朗都認可的第三國銷毀，或者是第三國派人去，在美國的監督下一起銷毀。總之你60%的濃度的油必須銷毀。那朗子現在要求什麼？朗子要求是你先給錢，我要銷毀了，我要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了，你到時候1分錢不給，我找誰去？你美國沒有信譽，你美國不講武德談判談着你就動手，這個誰信你？這個朗子說的也有道理，這萬一我按你要求做了，你到時候制裁不解除，完了你個凍結的資產不給我，我拿你沒辦法，我也打不過你。那特朗普說，那我找人擔保，保證，对吧？你按照要求做到了，我保證把錢給你。那朗子也說了，我也找人擔保，你把錢給我，你給了我，我保證按要求一步步來，就這意思。你看看，就卡在這兒了。所以說現在擔保人出現了，這個擔保人誰？擔保人就是卡塔爾這個冤大頭。這2天仔細的看了一下這個新聞媒體報道，我發現他們卡來卡去就這事。根據央視新聞報道說，據伊朗方面消息，伊朗議會議長卡利巴夫26日結束對卡塔爾的訪問後返回伊朗。伊朗媒體當天報道稱，卡利巴夫在訪問卡塔爾期間推動解凍伊朗240億美元的資金，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個怎麼理解？就是說卡利巴夫和伊朗的外長阿拉格齊2個人跑到那兒去，說推動解決凍結的資金。那你應該找美國讓特朗普解凍，這玩意兒是特朗普美國凍結的，卡塔爾沒有權利說給他解凍。那為什麼說要240億美金呢？實際上他這個談判就是我剛才說的，卡塔爾的擔保，由卡塔爾先給伊朗錢，伊朗按照那個諒解備忘錄來執行，往下談，達到特朗普的要求了，特朗普再解凍資金，那資金再還給卡塔爾，就這麼個玩法。那就是相當于把卡塔爾套在裡面，他成了一個擔保人。伊朗美國也不相信伊朗，那就找這麼一個中間人，還真只有卡塔爾可以做到。你看為什麼這個由巴基斯坦斡旋，最後現在變成卡利巴夫和阿拉格齊跑到卡塔爾去了？因為也只有这個王爺國有錢，他找阿联酋肯定不幹。阿聯酋現在已經跟伊朗是吧，也非常對立，仇恨比較深。那找這個沙特，沙特也有可能，所以這背後有卡塔爾。那現在找卡塔爾，估計至於240億美元，沙特出不出，對吧？是沙特跟卡塔爾兩一起出，還是怎麼弄？總之中間有個擔保人，就這麼個事。這個事情為什麼會節外生枝？就是因為特朗普談了諒解備忘錄以後，在美國國內遭到了民主黨就別說了，他們是極力反對的。你特朗普什麼協議，民主黨就認為你這個已經錯了，大錯特錯。你是特朗普現在是大錯還是小錯的問題？但是這美國的
很多共和党這個強硬派非常不滿意，認為特朗普這個諒解備忘錄太軟弱。我也是這個觀點，咱們節目一直說，也就是你特朗普如果不把衛隊給他打下去，不讓穿西裝的，比如說佩泽西奇这些人真正的掌權，你跟伊朗簽了最漂亮的協議，你沒辦法執行。你那個協議跟奧巴馬簽的協議有啥區別？反正都是用來撕毀的，你簽的再好也是撕毀。所以現在的焦點是什麼呢？現在焦點就是特朗普也不傻，他把這個目光就盯在這個400公斤60%的油上面，你這玩意兒你得交給我，要麼銷毀。你達到了，特朗普他就可以吹我比奧巴馬那也強多了，再把他核設施給他拆除，其他的那些協議，至於伊朗遵守不遵守的不管了，反正那玩意儿跟奧巴馬的協議差不多，這可以撕毀。但是你伊朗的核原料濃縮鈾被我給他解決了，我這個就比奧巴馬厲害，比民主黨就厲害。這就是特朗普的底線。我認為特朗普不傻，他一定會抓住這個底線。但是伊朗人家真的是極限博弈，人家一點點的要，你不就是想要這個濃縮鈾嗎？人家講故事，完了之後反正你得先給我一筆錢。所以說美國和伊朗之間这種談判，不是大家看到這種伊朗的什麼塔斯尼姆通訊社，也什麼伊朗的什麼學生通訊社，伊朗的各種通訊社報道出來那樣的，實際上跟那個關係都不大。伊朗人現在面臨的就是缺少胡一進老師這樣的人，如何解釋把這個400公斤60%的武器級的濃縮鈾交給美國人了？你怎麼解釋？那伊朗的西裝派他給特朗普的理由也很充分，我拿錢給他們，給我美金，你是我自己的錢，還不是你賠償的，你把我凍結的錢還給我，我改善他們的生活，是吧？安撫國內的這些盤盘們，只要大家吃飽了，大家肚子裡有糧了，他們就不會再躁動。那這麼一說，特朗普他覺得也有道理，所以我說特朗普他上了這個伊朗人的當。當然了，特朗普自己也說過了，伊朗人打仗不行，談判是一把好手。本來特朗普應該是今天美國時間27號要召開內閣會議，據說是特朗普第2任以來第2次召開內閣會議。這個內閣會議本來說是要在戴維營舉行，但是特朗普現在又發個帖子，也可能5月27號出現惡劣天氣，所以就不去戴維營開會了。內閣會議就在白宮舉行。那這次內閣會議大家都猜測，主要是美國和伊朗的協議到底打還是不打？不打，那是不是要簽這個協議？簽這個協議，那就朗子是要錢的，你得先給錢，不給錢簽了也沒用。外界普遍認為，面對美伊談判最後關口，特朗普政府正試圖通過此次會議在內部統一各部門口徑，並最終敲定戰略藍圖。特朗普他再次這個把矛頭指向民主黨，還有這個所謂的假新聞媒體。特朗普又發了個帖子，他說，如果伊朗投降，承認他們的海軍已沉沒海底，空軍也不復存在。如果他們的整個軍隊從德黑蘭撤退，放下武器，高舉雙手，高聲呼喊我投降，我投降，同時瘋狂揮舞象徵投降的白旗。如果他們剩餘的所有領導層簽署所有必要的投降文件，承認自己在美國這個偉大強國面前敗下陣來，那麼失敗的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腐敗且失去公信力的 CNN 以及所有其他假新聞媒体將會宣稱伊朗對美國取得了一場精妙而輝煌的勝利，雙方實力差距懸殊，美方毫無勝算。民主黨和媒體已經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們簡直瘋狂至極。這個只能說明特朗普身在美國也是身不由己，因為還有這麼多所謂的假媒體打引號對他進行監督，有的沒的都一起來，反正人家不說你好話，对他進行監督。這個監督是有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監督，特朗普保不齊簽了那個叫什麼諒解備忘錄，上了伊朗人當。正是因為有這些媒體天天的吧在背後這個嘀咕他，特朗普恼羞成怒啊。當然了，最重要的還是這個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叫格威爾表示，他說以色列政府不會允許特朗普與伊朗簽署一份糟糕的協議。纳尼亞胡總理以及我們所有內閣成員都絕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這絕不會發生。以色列政府已經批准對黎巴嫩境內的真主黨上演烈火之劍行動，標誌着對真主黨戰爭全線開啟。儘管美國進行斡旋，但以色列依然執意發起了這次行動。5月26號，
內塔尼亞胡在召集安全內閣會議時發表聲明，宣布以色列將強化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他表示已與國防部長卡茨以及總參謀長扎米爾達成一致，以色列國防軍將投入大規模地面兵力，深入黎巴嫩境內縱深地區，並佔領一系列戰略要地。此次行動旨在鞏固針對北部邊境的安全緩衝區，以應對黎巴嫩真主黨頻繁使用無人機威脅。以色列國防軍已開始越過此次停火協議劃定的黃線，向更北的利塔尼河沿岸以及周邊地區推進。該決策標誌着以色列對真主黨的軍事打擊進一步升級。以軍在行動中對黎巴嫩境內多個目標實施了高強度空襲，包括貝卡谷地在內的多處基礎設施受損。所以說，作為美以談判的附屬條件之一的美以停火，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之間也停火，但是这個顯然以色列已經把它撕毀了。我們再看看伊朗這邊反應，伊朗顯然繼續分裂，也就是它國內整個的像一個無頭的蒼蠅。首先，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在最新的書面信息中繼續放狠話，稱以色列將在未來15年內不復存在。而他的父親哈梅內伊早在2015年就說過，以色列看不到未來的25年，也就10年前說的嗎？看不到未來25年，那10年過了，現在只有15年的壽命了，這就穆吉塔巴說的。所以說最狠的話啊，挨最多的打。你既然這樣，那人家以色列繼續他自己的行動沒毛病，人家要消滅黎巴嫩真主黨。而這個伊朗的總統佩澤西奇揚繼續放話。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道，當地時間26日，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與卡塔爾這個國家元首通電話。佩澤西奇揚表示，伊朗已準備好達成一個有尊嚴的框架協議，以結束地區內正在持續的戰爭與緊張局勢，並對卡塔爾為追求和平所做的建設性努力表示感謝。而卡塔爾的國家元首叫塔米姆則表示希望相關方達成最終協議，結束該地區的衝突，並重申了多哈一貫立場，稱卡塔爾將不遺餘力為地區和平和穩定付出一切努力。佩澤西奇揚為什麼給卡塔爾打電話呀？實際上他就向卡塔爾保證，你把錢給我，我們按照這個框架協議上面的要求來幹，你先給錢。這個實際上就是對斡旋方來說，就是要拿自己的來擔保了，也就是雙方都不肯先讓一步啊。就是伊朗啊，你看他對國內宣傳，你看美國人先給錢了，我們先拿到錢，還是美國人輸了。特朗普說我可1毛錢沒給，朗子就開始幹活了。你看按照協議來，這個協議是不是比奧巴馬簽的強多了？我1毛錢沒給，那誰給了錢呢？卡塔爾。這個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還說要加強與中東這些兄弟國家之間的友誼。這個佩澤西奇揚說，他同伊拉克、阿曼、卡塔爾、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埃及、吉爾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國領導人通電話，希望擴大與這些國家在各領域的合作，同時在面臨威脅時相互給予全面支持。問題是佩澤西奇揚的權力有多大？你有這個權力嗎？佩澤西奇揚我記得是2個月前是吧，就說了伊朗不再襲擊中東國家，結果當天下午他就收回他被伊朗強硬派逼的。也就是說，這個你穿西裝的沒有權利。說得漂亮。特朗普如果相信佩澤西奇揚，那就相當於上當受騙，因為佩澤西奇揚他想法是好的，他做不到。你比如说佩澤西奇揚要求伊朗恢復國際互聯網的接入。伊朗媒體報道，在與美國和以色列爆發衝突，導致長達90天的斷網之後，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已下令恢復國際互聯網接入。伊朗當局最初於1月8號實施斷網，以應對全國性的反政府抗議活動。網絡連接在2月逐步恢復。隨後，美國與以色列於2月28日開始對伊朗發動空襲，當局隨即啟動了新一輪斷網措施。在正常情況下，伊朗通過審查大量網站，對全球網絡鏈接實施嚴格限制。與此同時，伊朗日益依賴的內部網絡在不接入全球互聯網情況下提供在線服務，也就是它就是局域網、內網還是能用的，但是跟國際這個鏈接全部斷了。互聯網監測組織數據顯示，隨着
移動網絡和其他服務重新链接到全球互联網。伊朗超過80%的互联網链接已经恢復。佩泽西宣布要重新接入全球互联网的时候，伊朗的亲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通讯社，也就是革命卫队的代言人叫塔斯利姆通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是质疑你佩泽西讲有权利恢復互聯網嗎？因為當初下令斷網的是伊朗的叫國家安全委員會，不是總統。也就是誰下令斷網的，誰才有權利恢復網絡。下令斷網的是伊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你總統沒這個權利恢復到這個網絡。但是最後你看，現在結果是伊朗的網絡還是恢復了，說明衛隊的強硬派和和佩澤西講這種西裝派總統之間這種內鬥是非常激烈的。只不過現在佩澤西講暫時佔了上風，也有可能是穆吉塔巴支持了佩澤西講，因為伊朗國內確實過不下去了。你再把國際的網絡斷，現在斷了3個月將近，伊朗國內畢竟要跟國際上要交往啊，你收個電子郵件都收不了。現在伊朗的外交人員跟全球到處斡旋求援，怎麼聯繫？伊朗還駐國外很多使節大使館，跟國內怎麼聯繫？伊朗的這個生意還想做啊，它的外貿，伊朗的進口怎麼辦？在2月28號之前的伊朗互聯網也還挺發達的，是吧？結果你一下給它斷掉，變成個內網，伊朗的經濟受不了。我們往前一步，只要打開了這個互聯網，重新鏈接到全球互聯網，那伊朗人又會看到很多真相。這就是為什麼革命衛隊他不願意打開互聯網的原因，不利於他封閉，不利於他辱民，不利於他宣傳贏麻了。斷網都方面省事。伊朗衛隊對待波斯人有一個與世隔絕的政策，斷網，關閉互聯網。那當然了，這個是正義聯盟通常都喜歡採用的一個辦法。就我一直說，對不對？俄羅斯打烏克蘭，人烏克蘭可沒斷網，但俄羅斯現在是在斷網。為什麼？朗子挨打，朗子他也斷網。人美國和以色列人家可沒斷網。美國和以色列，美國容許 CNN 是吧？華爾街日報區特朗普，容許他們說不好聽的。但是你看正義聯盟的常規操作就給你發口罩，要麼發個眼罩，實在不行把網全斷了，省事嘛。這樣他就掌握了話語權。哪怕是伊朗人聽到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哪怕是美國炸死了哈梅內伊，他們也可以說是哈梅內伊在殉道，平靜安逸的去見真主。那衝天的火焰是哈梅內伊神采奕奕，風光無限。這種說謊是吧？這種宣傳，這種教育，重在愚民，讓民眾在愚昧中服從他們的安排。那佩澤西講他盡最大可能的打開了互聯網，說白了，這個就是讓民眾能看到一些真相。所以佩澤西講自己就說了，你不能老是宣傳美國慘敗，美國逃跑，伊朗又贏了。前2天是吧？外界傳言伊朗同意把濃縮鈾轉移到大國，或者是吧由大國跟美國一起去銷毀，就這意思。那有記者他就問了這個大國的發言人，最關鍵的是大國的發言人他沒有否認，雖然他沒有直接回答說有這事，但是他也沒有否認。所以那這個事情恐怕就不是空穴來風，恐怕也是這個方案之一。雖然伊朗總統佩澤西講說伊朗願意簽一個有尊嚴的框架協議，但是這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26日還是報道說，部分外國媒體報道稱，伊朗與美國達成14點諒解備忘錄，這純屬捏造，毫無根據。報道說，有媒體數小時前稱已獲得美伊諒解備忘錄的最終草案，其中涉及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啟動核問題談判、解凍伊朗被凍結資金等問題，但這些說法均不屬實。還有媒體報道，當然這個是事後報道，說特朗普曾經考慮過升級衝突，其中一個方案就是突襲伊朗的核設施，奪取其高濃縮鈾，這或許能帶來一次驚人的勝利，使他得以宣布勝利並結束戰爭。但這樣的行動極其難以實施，這可能需要數千名士兵在現場部署長達1周的時間，從廢墟下提取危險物，並通過空運運出，而這一切都必須在敵方攻擊下進行。另一個想法是佔領哈爾克島，伊朗石油工業的關鍵樞紐，
只有在伊朗接受美國提出條件後，再將其歸還。但是缺點是什麼呢？缺點說美軍一旦進入該島，就會發現自己處於伊朗火箭彈的射程之內。第三個升級方案是在伊朗海峽附近沿海地區部署地面部隊，清除伊朗的軍事基地，但這可能會導致曠日持久的地面戰爭。最後，在權衡並排除了所有這些選項後，特朗普威脅要摧毀伊朗的所有基礎設施，包括其能源工廠和橋梁。隨着最後期限的臨近，他突然同意了由巴基斯坦斡旋達成的停火協議，從此走上了曠日持久的談判之路。怎麼說？特朗普多多少少有那麼一點幹大事而犧牲，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就多少有這麼一點意思。大家也知道，咱們一直是主張是吧？佔領哈爾科島，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當然了，這個可能會對美軍有損失，傷亡有一些，但是不會太大。這玩意兒就是快刀斬落麻。你一旦把哈爾科島一佔領，伊朗它就沒了收入。雖然哈爾科島你可能遭到伊朗的火箭彈或者導彈的襲擊，但是伊朗想用火箭彈、導彈精準的打擊這個哈爾科島也沒那麼容易，它也沒有制海權。這天上都是美國人的飛機，你那火箭彈一直偷偷摸摸的是吧？或者夜裡或者什麼時候出来發射一下，很容易被人家給鎖定，所以說也沒那麼容易。再說了，这個火箭彈的威力也只有那麼大。這個哈爾科島，美國人捨不得炸，難道革命衛隊就捨得炸是嗎？那上面全是瓶瓶罐罐是吧？各種原油的這設施，所以說這個還是特朗普膽兒小了一點。我不能說沒有損失，這美軍佔領哈爾科島肯定損失有一些，但是不會太大，因為伊朗它沒辦法登島，它只能通過導彈、無人機和火箭彈。而導彈、無人機，美國可以解決，火箭彈是比較麻煩一點。但是因為火箭彈你打的距離就那麼多，人家只要在伊朗那邊搞一個緩衝區是吧？勤着派一些無人機、死神無人機，還有什麼各種 F-35、F-22巡邏，所以說危險沒那麼大。第二個就是佔領海峽，把海峽周邊是吧，也是附近的軍事基地給它掃滅。你把這兩個問題解決，一個海峽通行問題解決了，第二個把伊朗的石油命門給掌握住。你伊朗的石油源源不斷可以賣往全球，但是那個錢那不是美國人掌握了嗎？到時候給伊朗人搞個重建基金，關鍵是你只要伊朗的油源源不斷運向全世界，油價就降下來了。霍爾木茲海峽恢復通行，油價也降下來了。這特朗普就不用擔心通脹啊。那邊朗子他一天比一天窒息，因為他沒錢。可惜特朗普沒敢這麼做。那現在就上了伊朗人的道，現在就陷入這種曠日持久的這種拉鋸。特朗普耐心要耗盡的時候，這伊朗人就跪着筆直。等到特朗普談判的時候，這伊朗人也站起來了，也開始拉扯。所以這一切都是特朗普自己找的。所以我們一直說的，我是支持特朗普打擊毛拉政權。但是我不知道啊，網上為什麼有一批人，為什麼特朗普打擊毛拉他橫挑鼻子豎挑眼，怎麼就看不慣？那毛拉是他爹還是難道他們喜歡毛拉政权嗎？當然，这些人有個特點，他們支持毛拉，支持什麼？支持俄爹是吧？支持哈馬斯，但是他支持這些都在挨打，也不知道為啥。而且這些人支持誰誰倒霉。這些人總體上他是跟這個世界大勢背道而馳的，跟文明是背道而馳。當然了，也有幾個別人，他說我也支持文明，這些人是裝貨啊，有一小部分人是屬於裝貨。什麼叫裝貨？他嘴上喊着文明、正義必勝。但是一看特朗普打這個毛拉，他也在那開始說不能死人。那毛拉在屠殺波斯人的時候，這些人在幹啥？屁都不放一個，要麼就在那也說一些不痛不癢的片段話，有什麼用？特朗普不管是出於什麼目的，出手先給他送走一波，這有什麼錯嗎？我們正等着他要送走第二波、第三波。咱們希望特朗普宜将胜勇追穷寇，再接再厲是吧？多送走一些。不要猶豫啊！也不知道什麼樣的人，他居然反對董王去打毛拉，送走毛拉这些人。你不知道毛拉这些人都手上沾滿了鮮血嗎？惡貫滿盈嗎？所以我說這些人跟畜生沒有什麼區別，這本質上就是畜生。你不管到哪個國家，你是在牆內還是在美帝，你都是畜生。我反復強調，這個董王啊，他有很多事情咱們也不支持，不是董王做的一切我都支持，也不是董王做的一切我都反對。他做的對的，做的解氣的，你就要給他鼓掌。
不能为了反而反。有些人就是这樣的，缺心眼缺到這地步，為了反而反，說白了就跟那個二極管沒什麼區別，本質上勒索，不能為了反而反，還得就事論事。這個毛拉這個衛隊挨炸挨錘不是好事嗎？群眾喜聞樂見呢。你在那哭3個臉幹啥？哭給誰看呢？所以我們還是要看着這個董王哪天一不高興，大錘又掄下。這些嘴炮恐怕還以為這個哈梅內伊升天是他嘴炮的功勞，對吧？靠他嘴說死的。董王射日，他們慌什麼？是不是也發現了自己沒有站在正義的一方？董王射日，群眾是喜聞樂見的。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